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23。提摩太前书5章17节到25节。遐个伫你教会长老应该得到加倍的报酬，特别尽力伫讲道甲教示的，搁较着安尼。因为圣经讲，牛在论牛五谷的时，毋通甲伊挂牛喙人。搁讲，工人应该得到工钱。控告长老的案件，若毋是有2个也是3个证人，毋通受理。继续犯罪的人，就伫证人的面前，甲因谴责，互其他的人得到警戒。我伫上帝、基督耶稣甲受选的天使的面前命令你，要遵守这的指示，毋通有成见，无论做啥物，拢毋通偏心，毋通随便甲因行换手礼，毋通参与别人的罪，要保守家己纯洁，因为你的胃无好，常常破病。毋通干焦啉水，嘛着啉淡薄的酒。有一寡人会做真明显，也未审判就真清楚。有的人会做后来甲显露，亲像安尼，好行为嘛真明显。无明显的嘛砍袂掉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伫这代志顶头，爱遵守伫教会规矩，也会通伫迄个所在来尊敬，甲好款待着伫咧治理教会的长老，也是今仔日的传教者。特别爱常常存着无偏心、无偏见，也保守家己有纯洁的心，会通伫遐所行有好的行为来显明。因为安尼，通得主的欢喜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